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雾峰区农会辅导农友来种桥麦仔甲小麦仔，减少用药，摧毁着生态的环境。嘛，甲民生故事馆1楼的农学食堂，甲转型做乌雪烟面食馆，要互民众食到在地美食。 家政班妈妈伫早较无闲，这是民生故事馆1楼，原本是农学食堂，最近甲转型做乌翅烟美食馆。都用在地的食材融入了我们的料理。那希望我们在这么一个淳朴的雾峰呢，能够把我们这间面馆发扬光大。 这个食材桥麦、小麦等等，拢是农友用友善的方式减少农药，而且佫交予家政班的成员料理出有农家传统的风味。能够推广就是雾峰在地的一些食材来说，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八点有乌翅烟解水彩绘，希望民众会当食较健康，嘛佫较了解友善农业。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